北京当局近期发布了一系列视频，显示维吾尔人否认当局对他们犯下了侵犯人权行为。但美联社周四引述其获取的一段文字报道，这些视频是一场政府宣传运动的一部分，表明这些维吾尔人出境可能并非自愿。报道指出，美联社获取的一段上级今年1月下达给东突厥三克拉玛依市各政府部门的文字显示，上级要求每个部门找到一位普通话流利的维吾尔人，录制一段1分钟的视频，回应美国前国务卿蓬佩欧的反华言论。文字写道，对蓬佩欧的言论做出明确表态，比如我坚决反对蓬佩欧的反华言论，我对这些言论感到非常愤怒，表达你对党、对国家和对新疆的热爱。报道还说，尽管在东突厥3找到愿意为政府做宣传的维吾尔人并非不可能，但当局在东突厥3的人权记录让很多专家认为这些视频更可能是被强迫录制。荷兰退休基金退出涉疆中国公司投资。中国对东突厥3维吾尔人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已引起国际关注。据报道，荷兰的4种养老基金最近停止了对被指在压迫维吾尔人中发挥了作用的中国公司的投资。其中，荷兰公募基金 ABP 是该国最大的养老基金，已停止了投资。其他3个是金属行业基金、零售业基金和住房协会基金。他们已向据称参与镇压维吾尔族的中国公司投资了1.15亿欧元。欧洲议会20日冻结欧中投资协定，若要解冻，前提是中国取消对欧洲议员的制裁。此举无疑引发中国愤怒。中方没有反思为什么几个月前气氛融融的中欧峰会达成的协议会出现如此坏的结局。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21日却指欧盟对中国的制裁粗暴干涉中国内政，称欧方无理制裁导致当前欧中关系出现困难，责任不在中方，希望欧方认真反思。这一动作是中欧关系进一步恶化的表现。中欧全面投资协定本于2020年12月达成，原本预计可于今年在欧洲议会通过，但今年3月因回应西方国家就东突厥3维吾尔人问题对中国的制裁，北京向10名欧盟政治人物及4个实体实施制裁措施。由于对车载摄像头的安全性担忧，一些中国政府工作人员被告知不要将特斯拉公司的汽车停放在政府办公区内。路透社周五的报道援引知情人士的话说，北京和上海至少有2个政府机构的官员收到主管的口头指示，不要在办公区内停放特斯拉电动汽车。该报道的消息来源因此事敏感而不愿具名，也不清楚有多少辆汽车受到影响。路透社报道说，目前尚不清楚北京的所有政府机构是否都实施了此类限制。今年3月，特斯拉汽车被禁止进入中国的一些军事基地，理由是对车载摄像头的安全担忧。根据中国地震台网速报，青海玛多7.4级地震已导致部分道路桥梁坍塌。这次地震是汶川地震之后中国发生的震级最高的一次地震，目前尚无报告人员伤亡。5月21日，大理州漾濞县发生5.6级地震和发生6.4级地震，3人死亡，27人受伤，重伤3人，其他灾情正在进一步核实中。